市里同最新的消息，华视新闻拢会好好甲咱做监控。来关心这个高雄市消息，高雄市天狗这个疫情是愈来愈严重。本土天狗这个病例，目前已经有24例。进前，市长韩国瑜表示讲，要用相关水位的方式饲鱼啊，食这个病媒蟒，这幼虫来防治天狗热。不过，这个昆虫博士吴家雄伫面册顶面就写讲，在南部地区这个天狗这个疫情，主要是由这个埃及斑蟒甲这个白线斑蟒来传播的。这两种蟒会伫细型的水体生卵，提悬这个金沙湖的水，颠倒会增加日本脑炎的疫情。这款的做法根本就唔对。高雄天狗热疫情扩散到6月20日统计，本土天狗热病例累积到24例，以三明区21例上严重。市长韩国瑜提出防治办法，用生态的工法来防治登革热，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新的思考点。韩国瑜所讲的生态工法，就是相关金沙湖的水位饲鱼仔来食病媒蟒的幼虫。不过，昆虫博士吴家雄伊伫面书公开发文，表示无认同。水位提高之后，金丝湖里面本来就有一些捕食性的鱼类，这些捕食性的鱼类会去吃小鱼，而这些小鱼其实才是真正会去吃那个决绝的鱼类，变成大型水体，会吸引另外一种传播日本脑炎的3斑家蚊前来产卵。吴博士表示，韩国瑜市长的这套方法，若是水质无控管好势，颠倒引发日本脑炎，这蟒啊热水池产生，到时阵可能若是天狗热，也阁有日本脑炎的疫情，讲这根本是亡国灭种。高雄市府表示，有关水位的政策并不是无可能，生态防治策略伫高雄不亚当，即马防疫是伫多方面进行。韩国瑜新生态防治法引发争议，不过高雄市民也是希望韩市长会当搁再加强防疫，然后天狗热疫情继续扩散。